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Emily 啊。有冇覺得咧最近 Emily 嘅頭髮咧更加細滑咧？咁啲頭髮嘅產品啦，咁即將咧會喺之後嘅直播咧同大家分享。咁見到咧呢兩個咧，你就會比較陌生少少，但係可能啤啤嘅一個頭髮軟糖咧，你哋喺坊間會見得多。但係我想講，啲啤啤同其他啤啤完全唔同層次。呢一個咧係直頭神台級嘅一個級數嚟嘅。咁希望咧喺之後嘅直播可以爭取到一個咧超強嘅優惠福利俾大家啦。咁另外呢一支咧更加少機會見到，因為咧喺出邊街咧你係揾唔到㗎。佢喺日本咧呢一個係賣得超痕嘅一個頭髮嘅神仙水，呢一個咧係專門貨頭髮用嘅。點解喺日本嗰度咧賣得咁痕咧？咁佢就係用咗咧面嘅保養嘅一啲成分啦，例如 peptide 去幫我哋咧頭皮咧去做一個有如面部嘅護理一樣。你見到咧我啲頭髮咧越用咧，好似嗰個質地咧越柔順咁樣。咁我呢兩款產品其實係幫咗我好多嘅。咁我希望喺跟住嘅直播落嚟咧，可以同大家有一個更詳細嘅介紹啊！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，亦都好多謝咧朋友仔送咗呢兩款產品俾我。咁我呢一個 post 咧唔單止係要預告一下啦，如果大家咧有關注頭髮嘅問題啦，又或者可能你成日因為減肥咧而甩頭髮啊呢啲等等嘅情況咧，之後留意我哋嘅直播分享啊，Emily 會介紹好多好好用嘅頭髮產品俾大家㗎，多謝晒。